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嚟講呢，就係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着。呢個記載喺馬太福音21章22節。嗱，我哋望到耶穌喺聖經講呢句說話，嗱，我哋咧就要小心一樣嘢，我哋我哋唔可以從我哋嘅思想去諗呢一個噶，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着。嗱，呢個嚟講咧，無論求什麼，我哋好多時都係乜嘢都想求嘅。但係你要留意，只要信神，嗱，呢個信心係好重要嘅。啊，耶穌講呢句說話係真嘅，但係我哋要去體驗，究竟我哋求啲咩嘢？聖經會一路一路咁話俾我哋聽，我哋點求法，點樣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先會得。咁現實上嚟講咧，大家睇到係咪真係咁啊？又好似唔係喎。舉個簡單嘅例子啦，當我哋讀到奉主嘅名，無論求什麼，大家有冇諗到我哋嘅腦子即刻諗到啲咩嘢㗎？嗱，呢個就係好現實嘅問題啦。啊，我哋諗到，梗係希望求財啦，你話求榮譽啦，求房屋啦，嗱呢啲啊，甚至求去旅行啊、搭飛機啊，好多享受啊咁樣啊啊啊，求神嘅愛啦啊，咁呢啲嗱唔係唔啱，但係係咪神想你所做所求嘅嘢咧？嗱，呢啲係冚唪唥都係大部分都係我哋物質上、我哋生活上係需要噶，係需要噶，我哋咁，但係我哋要細心睇一睇，究竟耶穌呢句說話，究竟想講俾我哋聽啲乜嘢嘢咧？嗱，呢個我哋一定要清楚噶。首先呢句話點解會出現嘅咧？就係因為耶穌出嚟去到佢自己嘅群體嗰度，個個都唔信佢啊！啊，但係見到佢咧，哇，好厲害啊，又可以行神蹟嘅，行神蹟，佢就當咗好似睇戲咁樣。當然，嗰啲真係俾神蹟醫好嗰啲，梗係感恩不盡啦。但係大部分嘅人冇呢啲需要嗰啲，咪當睇戲咁咯。嗱，呢個唔係神想我哋嘅。所以嚟講咧，喺馬可福音11章22、23節就話啦，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因為佢哋係神嘅子民嚟噶嘛。但係佢哋係咪真係信服神啊？肯定唔係啦。如果唔係，耶穌點會講呢句說話咧？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拿開此地，投在海裏，他若心裏不疑惑，只要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嗱，你諗下，耶穌講到咁抽象嘅，你諗下，就算我哋今天啊，我哋都真係唔容易去相信，你明？嗱，跟住喺第24節就話啦，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祈禱所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嗱，耶穌就係咁樣講啦。你諗啊，耶穌講咗句呢個咁嘅說話，你話將座山拎去第二度啊，你信就得啦咁樣。你諗啊，喺當其時啲人點會諗佢咧？話佢傻噶啦，肯定將個山移去第二度。你明唔明啊？啊，耶穌真係咁講俾佢聽喎。啊，好啦，跟住到約翰福音第14章12節就話俾你聽啦。我實實在在的地告訴你們，我所做嘅事，信我嘅人也要做。嗱，大家要留意啊！耶穌話我所做嘅事，信我嘅人都要做啊！我哋今日信咗耶穌噶，
所以我哋要跟住耶穌做乜？我哋要跟住做乜嘢啊？並且要做得比呢啲事更大嘅，因為我往我父裏去。嗱，跟住嗰一節就話啦，你們奉我嘅名，無論求什麼，就必成就。嗱，耶穌真係咁講噶啊！跟住第14節又再重複一次啦，你們若奉我嘅名求什麼，就必成就。嗱，跟住嚟講咧，耶穌就講啦，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嘅命令。嗱，大家睇到得？嗱，大家開始睇到啦。我哋無論求什麼，就必成就。奉耶穌基督嘅名，就必成就。大家會唔會諗到係就係呢一紮嘢咧？大家要睇下最後嗰句啦。你們若愛我，就必守我嘅命令。如果我哋係愛耶穌，耶穌做乜，我哋跟住佢做的話咧，喺個過程之中，我哋係需要有所求嘅，因為好多嘢我哋真係做唔到噶。嗱，咁我哋無論咁喺嗰陣時嚟講，我哋就要奉耶穌基督嘅名去求噶啦。佢話就必成就，大家有冇睇得到啊？如果當我哋去做神嘅事情嗰陣時，我哋發現我哋好多地方都搞唔掂的話咧，我哋就引用耶穌呢句說話，去幫助我哋做成神嘅旨意。嗱，大家明白？耶穌俾一個例子我哋，佢話如果我哋求極都求唔到，咁點算啊？耶穌就話啦，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去到佢嗰度說，朋友請借我3個餅。點解要借3個餅啊？因為呢個朋友有人嚟去佢屋企，但係佢冇餅俾人食，咁啊唯有向鄰居借餅啦。咁佢個鄰居就話啦，佢就話俾唔係佢話俾佢個鄰居聽，因為我有個朋友啊嚟到我這裏啊，我沒有什麼擺上俾佢，睇唔睇得啊？佢個朋友嚟到，佢冇嘢招呼佢，唯有向鄰舍借餅啦。那人在那裏回答說，不要攪擾我，已經關門，孩子同我都上咗床去啦，我不能起來給你。嗱，佢個鄰居話：哎呀，我已經瞓緊覺啊，你唔好騷擾我啦咁樣啊！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陳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要的給他。即係話，因為佢唔想得失咗佢個鄰居，唔想得失咗佢個朋友。咁所以佢又冇嘢去招呼佢朋友，所以佢向佢個鄰居，即係佢個鄰居向佢懇切咁要求咧，佢都起嚟幫佢啦咁樣。咁何況神咧咁樣？所以喺路加福音11章8節就話嗱，頭先8節啦跟住第9節就話啦，我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雖然不好，尚且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呢？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明啊？即係話嗱，大家要知道祈求給你們嗰啲係神嘅旨意之下嘅祈求。嗱，咁俾大家睇下啦，聖經上有啲祈求，咁睇下耶穌點回答啦。喺馬可福音8章11節，法利賽人出來盤問耶穌說，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想要試探他。
呢個你祈求就必得着啊嘛。咁而家我就求啦，你喺天上顯個神蹟俾我啦，咁樣。咁跟住馬可福音8章12節，耶穌就話啦，耶穌心裏深深地嘆息說：這世代為什麼要求神蹟呢？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拒絕佢哋嘅求，拒絕佢哋所求，聽唔聽到啊？只係話俾大家聽，唔係你求乜嘢我都俾你噶。嗱，其實佢係咪真係耶穌係咪真係拒絕佢咧？你喺第二本福音書就耶穌其實冇拒絕佢哋嘅，只不過佢哋求佢哋都唔明白。耶穌曾經話噶，除咗約拿嘅神蹟之外，冇其他神蹟俾你睇。個意思就話，約拿做嘅神蹟就係耶穌要做嘅神蹟俾佢睇。約拿俾一大魚吞咗3日3夜，吐翻出嚟，即係好似復活咁啦。耶穌就俾呢個神蹟佢哋睇，但係因為佢哋聽唔明嘅，所以佢哋就覺得耶穌冇答應佢嘅要求。只不過耶穌係用隱語去答應佢要求，所以耶穌話冇神蹟俾呢個世代嘅人睇，係咪真係冇啊？唔係，係有。喺當其時嘅人個個都睇到呢個神蹟，就係死人復活。嗱，但係佢哋唔信。好啦，跟住又俾第二個例子，大家睇下啦。啲門徒啊，去求啊。馬可福音10章35節一路至到40節就講咗一個故事啦。西比泰嘅兒子雅各同埋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無論求什麼，你都給我做。因為耶穌講過噶嘛，你祈求就給你噶嘛。嗱，頭先我講咗好多次噶啦，但係現實上係咪咁啊？大家睇到啦。耶穌說：你要我賜給你們，你要我給你們做什麼？嗱，求啊，咁啊，你想我做乜嘢啊？咁樣。於是他們說：賜我們在你榮耀裏，一個坐喺你右邊，一個坐喺你左邊。咁耶穌回答點啊？耶穌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咁佢哋係咪唔知啊？從佢哋嘅立場，佢哋真係，喂，好正常喎。我一個做你右手，一個做你左手，你明啊？當你做皇帝，佢哋諗住佢做皇帝噶嘛。咁我一個做你左邊丞相，一個做你右邊丞相，哇，好威水啊！點解耶穌話喂，你唔知你求乜嘢啊？因為耶穌唔係嚟做皇帝啊，耶穌嚟上十字架啊！你係咪耶穌釘十字架嗰陣時，你一個釘喺右邊，一個釘喺左邊啊？睇唔睇到啊？所以耶穌話咧，你都唔知你求乜嘢嘢咁樣啊？我所喝嘅杯，你們能喝嗎？我所受嘅洗，你們能受嗎？佢哋點答啊？我們能。於是就耶穌話俾佢聽啊，我所喝嘅杯，你哋都要食，你哋都要喝，因為我會被釘十字架啊！你哋都要被釘十字架啊！我所受嘅洗，你哋都要受。咁耶穌話俾佢啦。嗱，咁你話能啊？我做嘅嘢，你哋都要捱啦嚇。咁我冇細心研究聖經嘅結果，佢哋係咪兩個都要被釘十字架？呢個我冇細心研究啊。但係肯定佢哋都要死噶嚇，因為耶穌12個門徒，除咗阿約翰係光光明明咁離世之外，全部都係要死噶全部都係即係唔係被殺死啊，被吊死啊，被斬死噶除咗阿約翰啟示錄就話俾大家聽，佢係個年齡到嗰陣時，佢係離開世界嘅。好啦，跟住耶穌就講埋俾佢聽啦，主是
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嗱，大家睇唔睇到啊？嗱，從呢啲例子俾我哋睇到咧，有時我哋都唔知點樣向耶穌求噶。我哋以為我哋咁樣求係啱嘅，但係耶穌話你都唔知你求乜嘢嘢。好啦，跟住俾多個例子大家睇下。好啦，當耶穌升咗天之後啦，佢啲門徒咧就開始去傳福音啦。咁喺《使徒行傳》第8章9至到24節嚟講咧，就講咗一個故事俾我哋聽啊。咁佢啲門徒嚟講咧，就一路去到撒瑪利亞嗰度傳福音啦。咁有一個人名叫西門，行邪術噶，向來在那城裏行邪術，妄自尊大，使撒瑪利亞嘅百姓驚奇，無論大小，從他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稱為神的大能者。你諗下，哇！呢個行邪術嘅西門喺撒瑪利亞人先幾尊敬佢啊，稱為神嘅大能者喎。但係他們聽從他，話他們聽從他，因為他用邪術使他們驚奇，及至他們信了腓力所傳神嘅各福音和耶穌基督嘅名，連男帶女也受了洗。啊，甚至西門自己也信咗，又受洗，經常與阿腓力一處，看見他所行嘅神蹟大異能啊，都好驚奇。你諗啊，嗱，佢行邪術啊，啲人已經驚奇啊，但係佢發現阿腓力去到嗰度傳福音啊，哇，行神蹟啊，行大異能啊，佢又更加驚奇啊，更加驚奇啊！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咗神嘅道，就打發阿彼得同埋約翰去，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因為聖靈還沒有降臨到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主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於是使徒就按手在他們嘅頭上，他們受了聖靈。西門看見使徒嘅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說：把這權柄給我，叫我按手着誰，誰就可以領受聖靈。彼得就話俾佢聽啦：你嘅銀子與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神嘅恩賜可以用錢買嘅。你在這道上無關係，因為在神面前你嘅心不正。你當懊悔你嘅罪，祈求主，或者在你心裏嘅意念可得赦免。我看見你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西門說：願你們為我祈求，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嗱，從呢個故事嚟講，一個行邪術嘅西門，你諗下，佢已經令到撒瑪利亞人好驚奇，個個都聽佢話。點知阿腓力嚟到仲更加厲害添。佢唔單止去行神蹟，又可以醫病，於是就個個就一面倒去肯定西門做唔到呢樣嘢啦。所以佢都係哎呀，佢仲叻過我，所以我信佢啦，跟佢信耶穌啦。但係呢度好奇怪，你諗下喺當其時，門徒使徒去勸人哋信耶穌，呢頭受洗，嗰頭就聖靈就降臨噶啦。點解阿腓力去同呢班撒瑪利亞人，佢哋受洗信耶穌，竟然冇聖靈嘅咧？點解冇聖靈去光照佢哋噶？嗱，呢個就係值得我哋今天，我哋好多時聽咗福音去信耶穌，我哋係透過福音
聖靈感動我哋先走去信耶穌。所以我哋信耶穌係受聖靈嘅感動佢嘅。但係好似嚟講就嗰個人啊，即係引導我去信耶穌，鼓勵我去信耶穌啊，氹又好，又好啦，點都好啦，希望你信耶穌。咁你聽咗話去信耶穌，其實係聖靈感動你信耶穌。咁你信咗耶穌啦，你係順着聖靈得到呢個新嘅生命，你係因信稱義。嗱，呢個係神嘅靈做嘅第一部分。好啦，咁你信咗耶穌之後，你要重生嘅。個問題就係佢哋嘅根基不足，信心不穩定，所以佢哋唔能夠，聖靈唔能夠繼續去感動佢哋，所以佢哋聖靈推動咗佢哋受洗信耶穌，但係佢哋冇聖靈降臨喺佢身上。其實我哋今天大部分嘅基督徒都係跌喺呢個光景，因為如果有聖靈降喺你身上的話，你會好勤力去聽，去讀聖經，去跟佢嘅道路行，去探討邊啲教導係會令到你嘅靈命會進步嘅，邊啲教導聽到你都好似唔覺得有進步咁樣。所以咪點解我每一次完之前都提醒大家，與嗰啲遵守神嘅訓詞嘅人一齊行呢條天路，你係會得到靈性嘅培養，你對神嘅認識都會進步嘅，你亦都會知道神嘅心意。而家呢班人就係因為佢對聖經嘅認識就係混雜嘅。咩叫混雜啊？即係有一部分係真，有部分係假。所以耶穌就話俾佢聽噶嘛，我哋敬拜神係用心靈同埋誠實噶嘛。心靈點解要心靈？因為猶太人佢哋敬拜神，佢哋有律法，但係冇心啊。所以耶穌話佢哋詭詐，個內心污穢啊。所以耶穌因為個撒瑪利亞婦人話噶嘛，你哋猶太人話敬拜神去耶路撒冷啊嘛，我哋個祖先話喺呢個山頂啊嘛。咁耶穌話唔係啊，時候到咗啦，而家敬拜神係要用心靈誠實啊。猶太人就欠缺心靈，所以點解啊西約翰嚟到要話俾你聽啊？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啊！喂，係對神嘅子民講噶。你諗下，如果你今日翻教會話俾佢聽，喂，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我哋咪悔改咗咯，我哋咪信咗耶穌咯，又要悔改，你明啊？你諗下，喺當其時嘅猶太人點睇啊？喂，我哋啲神嘅子民咯，已經悔改咗咯，仲要改啲乜嘢嘢啊？耶穌就話：你改你個心啊！所以耶穌鬧啲法利賽人啊嘛，你洗淨杯盤個外邊，個內心詭詐啊嘛。所以耶穌就話：今天要敬拜要用心靈啊嘛，即係你要清潔嘅心、無愧嘅良心、無偽嘅信心啊。好啦，誠實另一個意思係真理。撒瑪利亞人就係欠缺真理啦，一半真一半假，你明唔明啊？所以點解佢哋唔能夠有聖靈進入佢啊？反而啲猶太人一願意信耶穌，因為佢哋個法係真理嚟噶嘛，所以佢就有聖靈去光照佢哋咯。你明啊？甚至個外邦人啊，哥尼流一家，佢哋因為崇拜猶太人嘅神，佢哋願意遵守神嘅律法，所以感到神嘅憐憫，所以神差派阿彼得去哥尼流嗰度，阿彼得一講耶穌基督嘅救恩，你乜受洗都未開始咋，聖靈已經降臨咗喺佢哋嘅身上啦。阿彼得見到呢樣，哇！我都未到佢受洗，我只係講耶穌基督救恩啫，聖靈已經降臨喺佢身上啦。因為點解啊？神嘅律法就話俾你聽，世人都犯咗罪嘛，
所以哥尼流一家係外邦人，佢從神嘅律法知道，佢係要找尋神嘅拯救，但係佢哋唔知點樣找尋神嘅拯救，就由律法開始咯。佢遵守律法先咯，佢跟住猶太人嘅方式去求告神咯。佢願意行公義、好憐憫咯，全謙卑嘅心咯。所以天使嚟話俾佢聽，你仲欠缺一樣，就係信耶穌。大家聽唔聽啊？因為佢哋個心係真係糾正咗噶啦，佢個心靈係願意親近神嘅，所以天使就差派話俾哥尼流聽，叫你搵人去搵阿彼得，讓阿彼得將耶穌基督嘅救恩講俾你聽。咁你一信，聖靈就降臨喺佢哋身上啦。聽住啦，點解呢班撒瑪利亞人冇聖靈咧？就係因為佢真理係受咗摻雜嘅，所以點解要阿彼得佢哋又要走多一趟去按手，去增強佢哋嘅信心，讓聖靈進入佢哋嘅心思度咧？亦都係今日我點解不停去話俾大家聽，我哋如果對律法一啲都唔認識的話，我哋就跌睇下行邪術阿西門嘅光景。儘管聖靈重生咗我哋自己冇重生到。聖經話：人若不重生，不能見神嘅國，或者不能進入神嘅國。所以當我哋話俾人聽我信咗耶穌，你只係去到神嘅國嘅門口。耶穌就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嘛。咁你去到呢個道路嘅門口，你唔繼續行，因為你唔係呢頭信耶穌，嗰頭離開世界嘛。如果係，你肯定跟咗耶穌去啦。你唔係啊嘛，你仲有幾廿年噶嘛。你進去到個門口嗰度，撒旦就話：夠啦，止步，你得着咗噶啦，一次得救，永遠得救。於是你做翻你以前嗰啲嘢啦，你未死噶嘛，你仲可以掉頭走噶嘛。聖經咪有個例子嘅，你諗啊？阿羅德一家啊，你諗啊？佢哋都貪戀世界噶。天使話我要焚城啦，我要滅呢個地方啊！你快啲走啊！你估佢真係願意走啊？你諗啊？聖經話俾佢聽啊，天使拖住佢一家四口走噶，拖住啲手走噶，其實唔係好願意走噶。我哋其實都係一樣，我哋盡管信咗耶穌，我哋唔係好願意離開我哋啲安樂窩噶。嗱，呢個警醒啊！好啦，結果就走咗出去啦。只係一個囉話佢聽，唔好望翻轉頭啫。係咪啊？你逃命嘅過程之中，我哋而家其實係逃命啊，逃離呢個世俗嘅捆鎖，要向天國嗰度走噶。喺個過程之中，撒旦話：得啦，走甩咗啦，走甩咗啦。結果羅德個老婆唔甘心，都唔知真嘅咁樣。你睇唔睇啊？羅德個老婆根本由頭到尾都冇信過，佢救咗佢噶啦，佢真係走甩咗噶。你明啊？走咗出去噶啦，天火焚唔到佢噶，喺後邊噶。你明啊？係得啊，羅德有個信心，但係佢兩個女都信心都不足啊，都要阿爸提醒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實我哋喺行走呢個天路嘅過程之中，我哋好多時冇將聖靈內住喺我哋嘅心嗰度，聖靈唔能夠內住我哋嘅心度咧，我哋就聽唔到耶穌基督嘅聲音噶。即係話換句，我哋唔會讀聖經。你唔讀聖經，你點聽到神嘅說話咧？所以咪就係點啊？當大家聽到之後，未讀咧，快啲開始讀啊！初初聽唔明都好，唔緊要，聽得多就明噶啦。嗱，所以大家睇到啦，點解呢班撒瑪利亞人要阿彼得佢哋按手，讓聖靈降臨喺佢哋身上咧？就係加強佢哋嘅信心，讓佢哋真係攞起本聖經嚟讀。但係聖經又話俾我哋聽，行邪術嘅西門
撒旦好快就進入佢思想噶啦。我俾錢你買呢個能力俾我啦，咁樣大家睇唔睇到啊？原來罪惡係可以將我哋捆綁噶，所以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啦。撒旦點樣攻擊我哋啊？就係迷惑我哋，叫我哋唔好讀聖經神嘅律法咯，明唔明啊？點解我咁強調話唔好讀聖經神嘅律法咧？因為我發現現在好多教會嘅牧師淨係教新約俾大家，大部分嘅神嘅律法都喺舊約嗰度噶，尤其是喺摩西五經嗰度噶，係神親自講噶。點解我哋唔讀嗰啲咧？我哋一唔讀的話咧，我哋就非因律法，我哋不知何為罪，於是咧我哋就被罪捆綁噶啦。喺咪度啊？我哋一被罪捆綁之後，跟住大家睇到黃色呢度啊，以賽亞書9章2節啊。但你們嘅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啊，係咪啊？儘管我哋信咗耶穌，神潔淨咗我哋之後，如果我哋唔理佢，唔跟住耶穌嘅道路一路行啲話，耶穌嘅道路就係神嘅律法，神嘅話語，因為每一條神嘅律法都係神自己親口講噶。你們嘅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聽唔睇到啊？如果我哋唔理嗰個律法，我哋求，我哋就會求到啲咩嘢？求財咯，求榮譽咯，求屋咯，求吃喝玩樂咯，係咪得啊？結果求極都好似冇反應咁樣，神好似冇反應咁樣，慘唔慘啊？係咪啊？雅各書就話俾我哋聽啦，點解我哋祈禱求都唔得咧？神親自話俾你聽噶，雅各書4章2節，你們貪戀還是得不着，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着。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咩噶？好多時我哋都唔求神，因為舊有好多歷史噶，話俾你聽佢啲子民啊唔求神噶，啊求偶像啊，因為我哋好多時都喺偶像嘅社會長大噶嘛。呢個話嗰個靈啊，嗰個靈啊，走去求佢啦。呢個就嗰個靈，我走去求佢啦咁樣。結果又話信耶穌，又話信佛咁樣，心懷異意。第二樣嘢咧，跟住第三節就話：你們求也得不着，求都唔俾你啊？點解啊？因為你們妄求啊！嗱，咁你話呢啲係咪妄求啊？呢啲係妄求啊？你話係咪妄求啊？啊？你哋求呢啲妄求就浪費喺你哋嘅宴樂中。所以喺箴言28章9節就話啦：轉耳不聽律法，他的祈禱也為可憎。係嘛？我哋要祈求神，首先我哋祈求嘅嘢有冇抵觸神嘅要求？你唔好向神求啊！嗱，我而家去打劫銀行啊，求你俾個順手冇銀行嗰日去到嗰間銀行冇錢嘅嗱，呢啲肯定神唔會聽你講噶，你浪費你啲時間或者求神俾我中到六合彩等我發大財撒旦就會應許你嘅，神就唔會應許你嘅所以大家睇唔睇到啊？聖經話俾佢聽喂，咁頭先話無論求什麼我都俾你嘅，大家睇唔睇到啊？然後神喺聖經話俾你聽，唔係你想諗，唔係你自己諗嘅什麼，係神想諗嘅什麼。嗱，好多時我哋喺解聖經嚟講咧，就加入咗自己嘅意見，唔係點解我話危險就係呢樣嘢啦？好多解經都跌喺呢個陷阱度加入咗自己嘅意見。
神有教埋你點求法噶。但係如果我哋唔讀聖經之下，於是神就話你有咩想求，即係咪人啊，甚至牧師話佢，你有咩想求，你同神講咯咁樣。咁啊，於是個個咧就係諗住呢一紮紮嘢。嗱，唔係唔俾你求呢啲嘢。耶穌話夠使就夠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哋需要錢生活噶嘛，唔通唔求咩？你明唔明啊？啊啊！咁我哋有適當嘅榮譽噶嘛？你明唔明啊？咁間屋咁樣，我諗下，我初一出嚟做嘢，即係屋企啊逼啊，一家飽一張床咁樣，所以個個一長大就要去揾工做啊，盡快賺到錢買屋啊咁樣。咁我嗰陣時都求呢樣嘢噶，你明唔明啊？啊，都求噶啊！咁搭飛機去旅行啊，你富裕少少，你就更加希望可以去到啦咁樣。嗱，合理適當嘅係可以求嘅，但係神話俾你聽，你要求咧，你要有次序嘅。路加福音12章29、30、31就話俾你聽啦，你們不要求吃什麼喝什麼，因為嗰啲你只要做一個正常人，你會賺得到呢啲㗎，你明唔明啊？所以唔需要求噶，因為點解啊？耶穌都話噶嘛，天空嘅飛鳥，佢都不種不耕種啊，神尚且啊，俾佢日日食步飛啊，佢日日起身擘開眼就周圍都係花草樹木啊，日日都食步飛啊！你有冇諗過，我哋今天嘅食步飛就係喺佢哋有人觀察到佢啲雀鳥就係咁樣食嘅，一起身哇，啲食物擠晒佢面前嘅，食到飽為止。所以我哋今天有步飛食嘅，就係你一去到嗰個地方任食，咁樣。佢話呢啲嘢神會有自然供應嘅。嗱，呢啲嘢咧，外邦人就成日求呢啲嘢嘅，咁你就唔好浪費時間去求呢啲嘢噶啦。你們需用嘅東西，你們嘅父係知道嘅，係咪啊？咁我哋求乜嘢？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就加給你。聽唔聽得？神係有教埋你點樣求噶，點樣祈禱噶，點樣請求噶。好啦，嗱，咁有啲祈求咧，耶穌係答嘅，好直接答嘅。咁就係耶穌上十字架嗰陣時啦，喺路加福音23章39至43節啦。啊，喺釘喺十字架嗰陣時，佢左右各每一邊有一個人被釘十字架噶啦。啊，咁有一個犯人就挑戰耶穌啦。嗱，呢個犯人咧就係撒旦進入咗佢噶啦。啊，又同耶穌講試探嘅說話啦。你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救我們吧？呢個咪撒旦試探耶穌嗰陣時咯。你係基督噶嘛？你喺聖殿嘅頂跳落去啦！神話嗰個唔會跌親你噶，有人接住你噶嘛？睇唔睇到啊？嗱，耶穌臨死啊，撒旦都攻擊佢、試探佢噶，所以我哋要留心。我哋未信耶穌之前，撒旦已經喺撒旦嘅掌控之下噶啦。啊，你嘅生死已經係俾佢控制噶啦。但係你一信啲耶穌之後，佢會不停咁攻擊你，直至到佢可以控制翻你為止噶。大家有冇諗到呢個屬靈嘅爭戰？撒旦由朝到晚都攻擊我哋啊，直至到我哋見耶穌面為止啊，直到耶穌死前為止啊，聽唔聽到啊？大家有冇諗到啊？那一個就應聲責備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罰，還不怕神嗎？嗱，呢個人就話：我們是應該的，因為我哋犯咗罪，係應該被釘十字架嘅。啊，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
紀念我。嗱，呢個救耶穌啊，耶穌即刻答佢啊，好快啊！耶穌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今日你要與我，要同我在樂園裏。聽到咋？點解耶穌咁爽快答佢啊？信耶穌嘛，得永生啊嘛，聽唔聽到啊？咁佢即刻今日就得永生，嗱係得呢一個人就跟住後續唔使啦，聖靈都唔使降臨佢嗰度啦，因為佢跟住耶穌啦。點解聖靈降臨喺你嗰度啫？就係神帶住你行呢條天路嘛。咁佢而家耶穌喺佢隔籬，同佢一齊行呢條天路，咪神已經帶咗佢行天路咯？你明唔明啊？大家聽唔聽得我講清楚啊？當你信咗耶穌之後，聖靈降臨喺佢身上，我哋就與神同行啦。我哋一定要掌握呢個信息。呢個被釘十字架嘅人，佢而家就係願意信耶穌，與耶穌同行。耶穌就話：你跟我一齊啦，去樂園啦，一齊同行去樂園啊！大家睇唔睇到啊？所以我哋今天信咗耶穌之後，我哋要讓聖靈拖帶我哋行呢條天路。聖靈點拖帶我哋啊？咪引導我哋去讀聖經、神嘅話語咯，讀聖經、祈禱咯，讀乜嘢啊？讀神嘅律法啊嘛。好啦，當耶穌升咗天之後啦，跟住進入去使徒去傳福音嘅時代啦，彼得、約翰就被啲教會嘅領袖去質疑佢啦，啊，叫佢哋唔好傳耶穌復活嘅事，唔好傳耶穌嘅信息咁樣嘛。咁啊，彼得、約翰就話啦：聽從你們，不聽從神，借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係咪㗎？跟住嗰啲祭司長，佢啲權力人士啊嘛，佢嚇佢噶，嚇佢哋噶。於是《使徒行傳》第4章29節啊，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監察。嗱，佢哋將佢哋所面對嘅艱難啊，因為佢為神工作啊嘛，面對艱難啊，求主監察，即係求主處理咯。啊，神點樣處理啊？一面叫你嘅僕人大放膽量講你嘅道啊，睇唔睇啊？講耶穌基督嘅救恩啊，啊，一面伸出你嘅手嚟醫治疾病啊，因為佢哋如果冇神蹟奇事跟隨佢哋的話，啲人唔信噶。喺當其時，因為猶太人係需要睇神蹟噶，外邦人就好奇睇新鮮事，今天都係嘅呀。猶太人要睇神蹟噶，外邦人睇新鮮嘅嘢。啊，咩新嘢啊？即係未見過嘅嘢咯。哇，好厲害呀！咁樣，跟住啊，並使這神蹟奇事因着你嘅聖僕，跟住耶穌嘅名出來，奉耶穌基督嘅名，係咪噶？我哋今天，我哋個個信咗耶穌，係神嘅祭司嚟噶，所以我哋要學祭司，學祭司要明白神嘅教導，神嘅話語係帶有能力嘅。你點樣將佢啲能力應用出嚟啊？當你遇到人哋話你異端，你講錯咁樣，咁你點啊？你唯有求主監察咯，你明啊？讓你嘅僕人放膽講你嘅道咯，你明啊？用神俾你嘅能力去令到佢信服咯。如果你能夠幫助人哋喺疾病嗰方面，你就幫咯，你明啊？神俾你經歷過咩疾病嘅，
你醫好咗嘅，你咪話俾人哋聽，嗱，神咁樣醫好我噶，你可以去試。即係正如我而家話俾大家聽啫嘛，話俾大家聽飲果汁可以醫心臟病、中風，甚至醫 cancer 嘅，因為我學翻嚟就係醫 cancer 嘅。啊，咁我調教，咁我發現自己咁多年都仍然都生存，咁我感恩咯。啊，12年噶啦，我已經去到今年，你諗下，醫生話我冇得救啊，好耐已經以前已經，你諗下，我俾佢劏咗肚之後，第2年心臟病又復發啦，咁我就覺得好似每2年就會復發一次啊。我祈禱求問神，嗱，佢就教咗我呢個方法，咁我學咗呢個方法，我到而家都仲係生存，咁我就話俾弟兄姊妹聽，你可以試試下啦，因為神用呢個方法救我，如果你肯信的話，佢亦都會用呢個方法嚟救你。好啦，又俾一個例子大家睇啦，呢個就係記載喺司提反。司提反係神一個僕人，係執事嚟嘅。啊，咁呢個記載喺《使徒行傳》第7章55至60節。嗱，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看天，看見神嘅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嘅右邊，俾佢天眼，俾佢開咗天眼。就說我看見天開了眼，人子站在神嘅右邊，眾人大聲喊叫，捂着耳朵，齊心湧向前。他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見證人把衣裳放在一個少年人掃羅的腳前。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收我嘅靈魂，係咪啊？找死啊佢！求主耶穌，因為點解啊？啲石頭一嚿嚿咁掟落去佢身上噶，啊，爭在邊一嚿石掟到個頭頂瓜佢嘅啫。所以佢知道佢已經離開世界嘅時間好短啦，所以佢就祈求有一樣嘢，求耶穌收佢靈魂。嗱，呢個係第一句佢講嘅，跟住又跪下大聲喊叫：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嗱，佢離開世界之前，最後就講咗呢2句說話。第一句求主收佢靈魂，第2句咧就係、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咗這話之後咧，就睡咗啦，即係死咗。耶穌應許咗噶，求主收佢靈魂啊嘛。跟住講完你呢2句說話就睡咗啦，即係死咗咯。神即刻回應咗。大家有冇留意啊？喺佢咁嘅情況之下，佢都諗唔到有咩生存嘅希望噶啦。嗱，佢呢啲祈禱，神即刻應允咗佢啦。好啦，嗱，我俾大家睇一睇，究竟我哋乜嘢嘅祈禱神係會即刻應允嘅咧？因為頭先嗰啲係特別嘅情況，佢都睇到佢個情況係咁噶。但係有啲咩普通嘅情況，我哋祈禱神係會應允我哋嘅咧？嗱，呢啲就係我哋要學嘅。記載喺羅馬書10章11節至到18節，喺第13節就話俾佢聽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咁即係咩意思啊？原來大家要讀一讀第15節，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如果你要人哋求告主名嘅，你一定要有人未曾聽、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你話，如果冇人信耶穌，點會去求耶穌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如果
未聽過耶穌嘅點會信佢咧？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聽唔聽啊？呢度講啲扎嘢就話，我哋啲信咗耶穌嘅人啊，要做咩啊？報福音、傳喜信嘅人啊，佢嘅腳蹤係何等佳美噶！我哋報福音、傳喜信，就係希望嗰啲未信嘅人求告主嘅名，讓佢哋得救。你明唔明啊？咁多你去傳福音，我話俾你聽，唔容易噶。最容易嘅其實就喺你最身邊嘅人，但係好多時弟兄姊妹話俾你聽，身邊嘅人都好難，係你親人好難，但係親人難啫，最容易就喺你啲兒女趁佢細嗰陣時，你要教佢用神嘅律法去教佢。如果你錯過咗呢個機會咧，你啲孫子啊、孫仔、孫女啊，受得幾多就幾多。如果你假設我個時間都過咗的話咧，教會嘅弟兄姊妹，神嘅兒女嚟噶，嗱，嗰啲難度高啲噶，因為點解啊？撒旦不停咁攻擊教會，好多教會已經係撒旦一回嘅地方嚟噶。撒旦將佢好多嘅知識擠咗喺佢哋嘅思想度，好多錯誤嘅知識擠咗喺佢哋思想度，所以佢好難接受。所以咪點解啊？耶穌話我嘅羊聽得到我聲音啦。嗱，我唔係作嘢噶，甚至耶穌去到佢嘅子民當中，佢哋個個都揸住律法噶。耶穌同佢哋講律法，佢都覺得唔啱聽，你就知道啦。幾多先入為主嘅喺佢嘅思想度，所以傳福音，鼓勵人去求告主名，信耶穌啊，願意接受耶穌嘅拯救啊，呢個係神會聽噶，亦都好願意聽噶。嗱，呢啲我哋係要做嘅。第二個情況就係耶穌嘅門徒就問耶穌點樣禱告。咁我哋大家都知啦，耶穌教佢嘅主禱文啦。但係耶穌話俾我聽個主禱文嗰陣時咧，佢仲講咗啲補充嘅點，叫我哋留意噶，就係馬太福音6章5至13節，5至6節就話俾佢聽，我哋點樣嘅方式去禱告。你哋禱告嘅時候，唔好像嗰啲假冒為善嘅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着佢哋嘅賞賜。呢個賞賜係人嘅讚賞。嗱，我哋需要神嘅讚賞。點樣去得到神嘅讚賞咧？第6節，你們禱告的時候，要進入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在暗中的父察看，必然報答你。嗱，呢個就係神教你唔好咁張揚。咁我哋最簡單嘅就係默禱啦，明唔明啊？好啦，跟住耶穌又提醒我哋喺我哋禱告嘅內容咧，唔好似鬥長講到有咁多得咁多啊！你哋禱告嘅內容係應該點啊？不可像外邦人啊，用許多重複嘅話啊，他們以為話多就必蒙垂聽啊！你們不要效法他們，因為你們在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聽唔睇到啊？你需要嘅嘢，佢一早知道噶，但係佢想你同佢講。嗱，記住唔好講有長有侵，有重複幾廿次啊！你由朝到晚都祈禱啊！哎呀，神啊，我呢度痛啊！哎呀，神，我有呢度唔舒服，神嗰度說，你講咗一次就得噶啦，佢唔知咩？明唔明啊？
跟住你諗到啲咩嘢可以做嘅，你就去做啦。於是耶穌就教佢禱告啦。嗱，個主禱文大家都好識背噶啦。你們禱告要像這樣：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願你嘅國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嗱，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跟住咧，我哋需要嘅嘢咧，我們日用嘅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係咪啊？我哋嘅飲食啊，所以耶穌話俾你聽啊，你唔使為你啲飲食啊憂慮啊。嗱，個主禱文已經包咗啦，仲有啊，免我們嘅債，如同我們免了人嘅債啊。呢啲就係我哋同人與人之間嘅瓜葛啊。啊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啊，救我們脫離兇惡啊。聽到啦？先求神嘅國，再求神嘅義。耶穌就話俾我聽啦，馬太福音6章31至33節就講出佢嘅重點俾我聽，就係講出頭先馬太福音6章9至13節呢個主禱文嘅重點，就係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啊。他的國，全福音咪將神嘅國一路壯大咯。佢嘅義就係應該做嘅嘢，我哋應該做嘅嘢。神嘅義記咗喺律法嗰度噶嘛？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哋已經得到耶穌基督嘅義啊嘛，係救恩啊嘛。你明唔明啊？律法上嘅義，我哋要遵行噶嘛。你明唔明啊？啊，我哋要讓更多人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噶嘛。神嘅國咪可以擴大咯。睇唔睇到啊？神嘅國，耶穌基督嘅救恩，神嘅義就係律法嘅義啊嘛。睇唔睇到啊？所以耶穌基督嘅義同埋律法嘅義，我哋兩樣嘢都要做噶，就係要先求噶。然後其他我哋需要嗰啲啊，我哋需要邊啲啊？呢扎嘢啊，要錢啊，要榮譽啊，要屋啊，啊，要有舒適嘅生活啊。你估佢唔知識你需要乜嘢咩？佢一定補足俾你噶。因為點解啊？佢唔補足俾你，你呢樣又煩，嗰樣又煩咧，你仲邊有心機為佢工作啊？你明唔明啊？但係佢補足俾你，唔係代表叫你大富大貴喎。除非佢特別恩待某些人，係讓佢大富大貴，去幫助佢喺嗰方面擴展成嘅國。但係大部分嘅人都唔係喺呢方面去，包括你同我啦。所以我哋專心啊，去先求佢個國，即係傳福音啊，將耶穌基督嘅救恩啊，天堂嘅鑰匙去開門，邀請更多人去進入。他的義就係遵守神嘅話語，神嘅教導去過我哋嘅生活啊。咁我哋需要嘅嘢，神會豐豐富富咁供應俾你噶。包括你有病，你有好多困難，你有人際關係嘅困難，你有事業上嘅困難，佢都會為你一一咁挪開噶。你信唔信啊？嗱，我嘅分享係咁多。